第一場戰利品讓賽沙田1400米草地第4班，焦點馬匹平息，2號博愛先鋒近績2/2 9/5 4/2，最近兩戰2到1名，狀態巔峰。優勢騎師布宜學擅長後上，雖外檔12須留後，但沙田長直路利追趕。風險外檔起步可能耗力，需避免被困。4號起專龍近績2/7/2，連續兩場亞軍，穩定性高。優勢班德禮擅長前置，檔位9中檔可選擇貼欄或居中。風險評分上升2分，負磅131磅對4歲馬或成負擔。5號綠野飛馳近績，新馬無紀錄，練馬師蔡約翰初出馬勝率約15%。優勢莫雅策騎，檔位3內檔利搶位，評分52磅輕127磅，具爆發潛力。風險缺乏實戰經驗，需觀察臨場反應。綜合推薦首選2號博愛先鋒狀態穩，騎師強次選4號起專龍前置穩，評分合理。第二場佳龍區讓賽2025年3月23日星期日，沙田13點30分草地 A 賽道1400米評分100到80，第二班核心焦點馬匹分析。5號開心寶寶近績爆發18/2 13年1月1號顯示近期連續兩冠1到1狀態正值巔峰。黃金檔位一檔內欄利於1400米短途搶位，沙田 A 跑道內檔優勢明顯。騎師加持國際名將莫雅執韁，擅長前領戰術，評分優勢91分，處於班次有利位置，負磅126磅合理攻堅策略，前中段搶放控制步速，直路保持衝刺力。3號包裝天將穩定表現3/7 1/4 1/2，反映持續進步趨勢。最近兩戰1到2名原賽雷神坐鎮，莫雷拉策騎提升作戰能力，人馬合拍度高。中檔優勢5檔位處黃金發車區，攻守兼備，評分空間93分，仍有上升潛力。負磅128磅適中戰術預判，後上型跑法，末段爆發力關鍵，實力競爭者2號勁進輝煌戰績波動6/1 5/2 5/10顯示狀態起伏。上仗第5需警惕評分隱憂，加7分後96分面臨班次壓力。負磅131磅偏重外檔考驗，8檔需消耗體力搶位。沙田1400米外檔勝率僅12%，練馬師牌面蔡約翰馬房近期勝出率18%，值得關注。6號武林密碼進步軌跡3/3 1/6 5/7呈波浪式上升。1月曾奪冠減磅優勢，見習騎師黃志宏讓7磅，實際負重僅116磅，配備升級綁繫攝帶加號眼罩，提升集中力。風險提示：方嘉柏馬房近期熱身不足，準備度待觀察。專業策略建議1，重點投注5號開心寶寶助和望贏，單 win 可中隨意。位置保險3號包裝天將作 PQQ 膽配。第3場達心星讓賽沙田14點正草地 A 賽道1400米評分60到40。第4班11號鼓浪高升一檔莫雷拉中獎稅印具信心，近5戰3次入 Q， 抽最理想一檔5彭志新銳練者進步快，屬爭勝要角。5號精益大師2檔上將谷戰跑第2顯復蘇抽黃金一檔加號見習生減10磅，實負119磅，葉楚航中距離專家冷門可敲。7心心星10檔方嘉柏加號賀銘年強勢組合，近5戰2亞1季，上將大敗因增程回師1400米可反彈，中檔位合理。策略建議主攻11號鼓浪高升 WP 冷配，5號精益大師9號雙贏位置鼓浪高升11號莫雷拉加號一檔加號穩定近績，座位望贏。
2精益大師5號檔位加號減磅優勢，冷門首選。第4場平海福星讓賽星期日，沙田14點30分草地 A 賽道，1200米，評分60到40。第4班核心關注馬匹等於1、2宜昌精神蘇銘倫檔2近績強勢，1/2名交替出現，上仗爆冷勝出，頂榜但檔位極佳2檔沙田短途利內檔。沈集成馬房近期攻勢凌厲，騎練合作勝率達28%。一快樂高球報文檔6 3年押後體能需關注，但國際級騎師報文擅長調整狀態，羅富全馬房1200米勝率達21%。配備 BV1 顯示近期加強前速訓練3。13幸運星球蔡明紹檔9剛取得生涯首勝，評分仍處上升空間。毛偉傑新晉練馬師擅長培養年輕馬外檔需靠後上策略，沙田 A 跑道利追趕。綜合評估等於首選2宜昌精神攻守兼備。次選1快樂高球穩定性高，冷門13幸運星球上升勢頭。第5場紅心威龍讓賽星期日，沙田15點正草地。